是我们国安局的官员。我没有办法想象，我们国安局的官员竟然会利用陪同总统出访的时候，向华航采购了这么高额数量的香烟，那同时利用今天礼遇通关的机会，要夹带出境。那做这件事情的国安局的官员，我刚刚有请国安局的副局长前来说明。那我们尊重国安局副局长个人的意愿，他们不希望参加这一场记者会，我也没有勉强他。那依据刚刚国安局副局长的说明，第一个，这位吴宗宪先生早就调到了总统府的侍卫室，他是属于所谓永和办公室的一员，那第二个，刚刚在即时对付的新闻里面，我也有看到，总统府有不具名的官员说，怎么可能9200条烟到底要怎么载运？他说的完全没有错，因为根本没有载运，一直都趴在华航的仓库里面。我们一般的人出国的时候，你如果有经验，你就知道你出国以前要去预定香烟，在机上拿的话，你只有一个途径可以做得到。什么途径呢？就是你到 duty free 去买了以后跟他说，我要在飞机上面取烟，或者是直接在 duty free 拿烟。你如果说是在飞机出发以前，到华航的网站，那各位有兴趣的朋友，等一下可以上去华航的网站试一下。你如果是出发以前要到华航的网站上面先去预定烟，在飞机上拿，是不可能的。你可以太多了。检察官、调查局基于侦查不公开，他们案件侦办到哪里？这个我可以尊重。但是国安局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讲一句不客气，你的螺丝已经掉满地，在自己的网页上面告诉全体的国人，贪腐会侵蚀掉整个国家的根本。请问你们国安局的官员到底在干嘛？我更担心的事情是，我在意的不是说只有这几百万的利润，我在意的事情是什么？我在意的事情是陪同总统出访这么重要的工作，你们竟然可以拿来搞要运私烟进来牟利，这已经烂到根了。你连这一点诱惑你都抗拒不了，你凭什么在国安局任职啊？国安局到底是怎么在指挥监督的？这样的国安局不是太可怕了吗？都不会担心被老共怎么渗透吗？